大家好，我係各位。房委會嘅居屋2023有3個安達臣嘅屋苑，包括咗安盈苑、安麗苑同埋安華苑。咁有2個嘅屋苑亦都公布咗個管理費嘅資料啦，亦都預計咧應該係稍後會落成入伙嘅。邊2個嘅屋苑同大家介紹一下，同埋當中一啲管理費大家都關心到究竟係高定係低呢個情況嘅。另一方面，希望大家首先個噃訂閱我 channel 同埋分享影片出去，俾個 like 個影片喺個頻道先，咁啊大家支持嘅。轉睇一下房委會嘅文件資料啦，咁啊公布咗安麗苑同埋安華苑嘅管理費，即係意味住2個屋苑都準備可以係遲啲會收樓啦噃。先介紹下呢個嘅安麗苑先嘅，咁啊一共有3座嘅住宅大樓，咁啊一共有1380個單位，當中包括咗停車場、幼稚園、汽車包括咗的士嘅路旁停車處，仲有一個長者嘅鄰舍中心。大家更加關心到啦，買家方面啊，幾時可以收到樓入伙呢？咁樣咁啊，預計個關鍵日期喺今年嘅8月份度。一般嚟講，房委會係接近收樓嘅時間啊，咁啊，亦都向相關嘅業主會發出個溫馨提示信件嘅，提示翻大家，亦都係準備去申請按揭貸款同埋呢個嘅代表律師嘅。如果業主收到呢封信件嘅話，亦都係可能預計短期裏邊咧都可以收樓去即係入伙嘅情況嘅。咁啊，如果係安華苑方面咧，下一個影片會介紹下一啲嘅詳細嘅內容啦噃。再睇下一啲資料先。咁啊，安麗苑方面嘅話，1380個單位嘅管理費介乎喺650蚊，去到最貴嘅1172蚊嘅。咁啊，對比翻同區域嘅安華苑，咁啊有990個單位，管理費咧似乎都係平啲㗎噃。原因會唔會因為嗰個嘅單位嘅數目係比較多啲呢？安麗苑咁啊，喺業主方面要去承擔翻即係分攤嗰個嘅管理嘅開支方面，亦都可能相對係少啲嘅情況嚟嘅。過去嚟講呢，啲單棟式嘅一啲屋苑嘅管理費，譬如話之前介紹過驥華苑或者係冠山苑嘅話，咁啊管理費都相對係即係每一尺都係高一啲嘅情況。咁啊，所以係呢個單棟式都留意翻嗰個嘅管理費嘅開支㗎噃。再睇一睇一啲相對係再詳細啲一啲管理費嘅資料嘅分佈先嘅。呢度就顯示咗啦，咁啊喺先介紹下1380個嘅單位當中啊，咁啊呢個嘅平均每個嘅單位嘅管理費，咁啊去到908蚊，都未去到1000蚊度嘅。咁啊，亦都係去介紹下咯噃，每一個嘅 A、B、C 單位嘅當中一啲嘅即係管理費嘅分佈。咁我自己亦都係做咗上一啲嘅資料嘅統計啊。咁啊，究竟每一尺嘅單位嗰個嘅管理費幾多錢度呢？要唔要好似之前一啲嘅單棟式咁貴呢？咁樣同大家去睇下啲資料先啦噃。咁啊，自己都做咗一啲嘅分析譬如話講緊呢個 A、B、C 3座當中每個單位嘅面積嘅分佈，同埋更加重要啦，就係每一尺嘅錢度。咁啊，經過咗咁樣計算之後啦，譬如話大概單位嘅平方尺嘅面積，再除翻佢每一個月要交嘅管理費嘅話，咁得出咗大概係介乎喺2個3或者係2個4呢一個每一尺嘅管理費嘅一個階段啦。咁啊，呢個屬於係貴定係平呢？咁樣咁啊，如果講緊一般嚟講一啲嘅屋苑比較多伙數嘅話，咁可能講緊介乎喺2蚊或者係2蚊以內嘅管理費嘅。咁啊，呢個2個3或者2個4咧，都係相對係高咗少少。但係對比翻可能一啲單棟式嘅屋苑嘅話，去到4個幾、5個幾嘅一啲管理費一尺咧，咁啊自然都係比較平啲嘅。咁啊，都可想講下每一個座數當中一啲特別要注意嘅地方啦。咁啊，呢個嘅 A 座方面先介紹一下先。咁啊，應該大概係樓層1至到25樓，一梯大概有24個單位嘅。咁啊，特別留意下，咁啊，其中有一啲嘅單位裏邊咧有一個嘅露台喎。咁啊，如果係311尺嘅呢個面積，有一個30尺嘅露台。咁啊，呢個露台咧係包括埋裏邊嘅，就唔係話311再加30尺咁解。咁啊，其餘方面啦，咁啊有一啲嘅41尺嘅露台嘅。如果係 A 座方面嘅話，咁啊最平嘅管理費應該係屬於係12號室，286一個開放式嘅單位，咁啊681蚊嘅。
最貴見得到應該係屬於4號室497尺呢個兩房面積，包含咗一個41尺嘅減音露台，1172蚊嘅管理費嘅。咁啊，轉睇下 B 座方面啦。咁啊，B 座應該睇翻呢，一梯又應該有20個單位度。咁啊，樓高方面呢，1至到25樓。咁啊，其中有啲可能就低啲，就17樓嘅。整體上面見到呢個管理費方面啊，咁啊最平嘅面積嗰個單位嗰個嘅價錢，應該係屬於1號室同埋20號室278尺嘅開放式，咁啊係650蚊嘅。如果係最貴方面呢，有幾個單位可以留意下，4號同埋5號室456尺1077蚊嘅管理費，仲有就係8號9號室係456尺嘅。仲有一個咧，應該係14同埋15號室456尺，都係同樣1077蚊嘅管理費嘅。到 C 座方面啦，咁啊呢個嘅大概係25樓高啦，咁樣都係一梯有20伙度嘅。咁啊大概而言啦，咁啊最平嘅管理費咧就係屬於1號室同埋20號室278尺650蚊嘅管理費，跟住就係4、5、8、9同埋14、15號室，咁啊最貴嘅管理費1077蚊度。咁啊，介紹咗呢個嘅喺安麗苑方面啊，呢個嘅管理費方面一啲嘅資訊嘅情況，都可以再提一提多少少一啲資訊啦。如果大家係買咗安麗苑嘅買家，咁啊當收樓嘅時候，咁啊當然啦，去到律師樓俾咗一個嘅印花稅、律師費同埋一個樓宇嘅尾數之後，攞鎖匙嗰刻嘅話，咁啊要交咩嘢嘅費用呢？嗱，當中都特別要強調翻咧，要睇翻自己個單位嘅管理費喎。譬如話講緊呢個屋苑當中嘅譬如話基本嘅按金啦，或者嗰個嘅泥頭費同埋一個管理費嘅按金預繳嘅情況等等，之前都有介紹過嘅。一般嚟講，如果係去到呢個若管理處收鎖匙嗰刻，大概而言咧，準備嗰個嘅管理費7倍嘅價錢，包括咗頭先所講嘅泥頭費、屋苑嗰個嘅基金，或者係一啲嘅預繳嘅管理費等等嘅一啲相關嘅費用嚟嘅。想知道自己到時要交幾多錢呢啲嘅費用嘅話，就睇翻自己一個單位嘅管理費幾多錢到啦噃。咁啊，同大家介紹咗呢個嘅安麗苑嘅相關嘅資訊。下一段街片呢，嗰個嘅影片呢，就會介紹埋安華苑嘅。咁啊，意味住啦，咁啊呢個嘅安達臣嘅屋苑，除咗之前嘅安秀苑之外呢，其他嘅安達臣嘅屋苑呢，都準備開始陸續入伙啦。大家更關心到啦呢個嘅周邊嘅環境同埋交通方面嘅情況嚟嘅。有機會同大家再去分享下一啲當區一啲嘅情況嘅發展嘅一啲資訊嘅情況啦噃。今日講咗咁先，我哋下次影片再見啦，拜拜。